傾醬豆腐冷麵，歡迎嚟到微保樂視頻。冷麵嫩豆腐、青醬、小番茄、黃瓜、香草葉、芝麻鹽、胡椒、檸檬汁。等冷麵煮熟呢，咁瀝乾後用冷水沖涼，預製或者購買清醬，將所需嘅醬料放入攪拌機中加成醬汁，在大碗中放入冷麵，淋上適量清醬，輕輕拌均，加入切好嘅嫩豆腐塊，輕輕攪拌均勻，可加入小番茄、黃瓜碰梗配料，增添口味與色彩。最後可擺上一些香草葉，擠上檸檬汁提味。若喜歡更濃郁嘅口感，可以加多一啲青醬，根據個人口味調整鹽同埋胡椒油嘅用量。請點讚關注。